嗨，范好。有空可以聊一下吗？什么事啊？我看夜光，最近因为你一直在烦恼。那关你什么事啊？因为看到为了你难过，我很担心。我都没有担心了，你要担心什么？对，我知道最近跟他走很近。没有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真的很在乎他。我希望你可以接受我。都高二了，为什么要现在才跟他好？我也没想到能跟他变成朋友，只是想到他在我人生最难过的那一刻出现，还帮了我。现在居然还能遇到他，而且还可以走这么近，我觉得好不真实哦。我怎么闻到一股恋爱的酸臭味啊？你不要误会，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啊。所以你不只想当朋友咯？我跟你说，喜欢一个人很辛苦，尤其是叶广，他什么都好，可是在恋爱上面的天赋不到1%。所以，我现在应该要跟你说谢谢。真的很寒。可是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？你说看啊。就是我哥啦，阿健，他要我把这个给你。我是第一次看他这么真心对待一个人，拜托你给他一次机会。那他为什么不自己拿来给我？他找了你很多次啊，只是你都不听他解释。拜托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啦，你考虑一下。这项链是他自己修的哦。拜拜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这样很烦，可是我真的想到最笨的方法，就是在楼下等你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见到你，你可以回我吗？天气这么冷，为什么没穿外套啊？怎么了？这么急着找我？我只想找人说说话。来啦，你说。越来越讨厌这个家，越来越讨厌我爸，真的有种快要受不了的感觉。他们只在意我的成绩，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现在还在我手机上装定位。他们可能只是担心你，我不这么认为。他们可能只是因为万一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可以第一个时间找到你啊。不是，你不懂。我现在反而觉得我跟他距离越来越远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些话跟他们说呢？你是唯一听我说这些话的人哎。你不安慰我就算了，你还跟我说怎么做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要帮你。你凭什么跟我说这些啊？你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爸爸？你是要怎么懂我现在的感受啊？要哭了。是了。 。
先暂停一下。vocal 的地方怎么都没出来？启章，去哪里？去你家。你还好吧？抱歉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来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吧。走，上课要迟到了。你睡好吗？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对你好吗？我放学打给你。面对少子化的影响呢，许多学校都面临停招的情况。那各补教界呢，也多少有受到冲击。但叶主任的补教系统却可以在补教界年年设分校，真的是翘楚。可以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您的秘诀吗？其实少子化跟生育率低迷，的确对补教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。但自始至终，我们的系统跟别的补教同仁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，我们破除了填鸭教育的迷思。只有孩子自主的学习，才能学得更多，学得更快。要是我讲一些会让徐学长不高兴，怎么办？那就看你是真的想讲那些话，还是气话啊。你凭什么跟我说这些啊？你又没有像我这样的爸爸，你是要怎么懂我现在的感受啊？我其实不太知道该怎么跟人相处，一定是我花太多时间在读书了。可是我听徐习章说，你在学校好多同学都很喜欢你，然后说你功课很好啊，做什么事情都很活跃，不是吗？那是我爸要我做的，又不是我想要的。那不然你想做什么？做什么事情你会快乐？不太清楚哎，我其实没有认真想过，但我真的很羡慕徐习章。其实每一个爸妈都是疼小孩的，他们会用他们觉得最好的方式对小孩。
只是也许那些方法小孩子不喜欢啦。所以你要问问你自己，叶广，你想要什么？然后再去跟爸爸妈妈好好沟通，不然他们怎么知道你要什么？当你想清楚了，再跟你爸妈好好沟通，他们才会知道啊。跟徐习章也是啊，好好沟通。嗯，好啦，赶快吃面，吃饱才有力气。谢谢徐妈妈。嘿，让我做你的太阳。天黑，表示会天亮。嘿，让我做你的太阳。希望你得到希望。为你心房那扇窗洒下。你怎么来了？干嘛？我觉得你刚刚那个表演很棒。坐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昨天一整天都联络不到你，想说你是不是还在生气？哼，我最近都在忙练团的事情呢，而且我怎么可能生你的气？不行，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当面道歉。我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心情不好，然后迁怒于你。怎么了？我觉得我也有不对。我们两个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，我也不知道原来你压力那么大。所以以后有事就告诉我好吗？我不想变成像这次这样子。如果吵架，那就和好，和好再吵架，然后再和好就好了。干嘛？那我们现在和好了，又可以吵架了吗？什么啦？无聊。你刚有一段我很喜欢。我知道你在说哪一段，是不是这段？对吗？那我们一起唱。Hello。嘿，让我做你的太阳。天黑，要是会天亮。嘿，让我做你的太阳。希望你得到希望。